喺5個嘅紅衫，最遠處位置有艾華，亦都有孫銘謙喺度嘅，細力上翻腳兜翻轉頭，李小恒再回呢邊再 chip 高波余子南又如何先？哎呀，伊斯蘭就選擇讓喎，咁啊益晒港隊先啦，又有機會一仔扯到埋嚟太重旋轉，後上式跟波，哎呀白衫嚟呢個就。輪到一隻孟格拉嘅反手圍攻，再一個長波先啦，對咗貝恩都到掟㗎，兩個夾一個。哇！好在呢個波追得夠快咋，陳俊恩啊！如果唔係嘅話，我諗呢個對方嘅球員唔使射添啊，可能攞翻落嚟啦，仲可以去到添啊！好在夠快翻嚟，呢段就索晒氣啦。仲有分零鐘啊，未計補時。咁下個月咧都係會有主場之利㗎，到時候港隊對手會係新加坡。咁跟住出年3月份就作客對印度啦，亦都本身啦，支簽一抽完出嚟之後就認為係最難踢嗰場賽事啦，哇！諗住笠埋去添喎，直接笠添喎，係咪見交人踢出咗少少啊？我諗佢撻 Q 嘅。哦，撻 Q 啫係啊，佢想斬去遠處位或者前處位嘅，點知個波撻咗埋去啊！蘇美啊，係89分鐘。謝家榮佢腳力都 OK 啊！之前亞運啊入到4強攞第4名，佢都好多啲死球大腳啊！當時成日都俾阿安永佳就撐過龍舟再做個現傳嘅。艾華回翻轉頭先，余展南、鐘樂安俾翻上嚟，陳俊一長傳送到埋去先啊！哎呀，又攞翻新加坡鬥到㗎啦，轉手去埋小恒，即刻受中間㗎啦，查咗嚟拍埋拍得太快啊！呢球波，哎呀，仲要球門球添啊！係啊，有啲失咗重心啊！小恒呢個波俾對手咧，呢個嘅查祖利咧衝翻轉頭嘅時間咧，佢攞個波有啲失咗重心啊，變咗個波就攞唔到啊！補時有幾多分鐘咧？睇睇啦喎，睇到係嘛？6分鐘應該係，冇錯，6分鐘啦。仲有6分鐘，會係1比1，大家握手言和，各得1分啦，定還是有機會出現一啲戲劇性嘅畫面啊嚇？轉身再避過兩關先啊！嚟自一隻伊斯林再回翻轉頭，左邊艾華都係負責頂翻住右路嘅防線先啦，因為可以方便魚子收翻埋啲咁多。3號鋒利兩個高波笠到埋嚟，過唔到一隻陳俊一先。攞翻上個波去埋㗎啦，叫到添啊！哎呀，可惜呢球波啊！係啊，諗住咧就腳面啊彈個直線埋去就冇用。